醫療美容成為民眾保養一個新選擇，但相關人才猶原欠缺。因此，中華藝術科技大學自1810年成立生物醫學甲美容保健科後，積極培養業界生力軍。甲傳統美容科系無同，學生其實閣要具備醫學相關知識。目前第一屆華醫醫美系學生，即將佇咧暑假踏入職場。學校的醫學美容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科系，我們真的不是只有美容，還有結合基礎醫學的知識。那各位知道，人才如果只有做醫美，跟有醫學知識是很不一樣的。醫學知識其實會造就我們這些學生的知識跟技能，可以建立在服務上更安全，而且更有品質。那我們非常支持這個醫美系，然後我們也會擴大招生。那重要的是學校對他們支持，不管是在設備、師資，我們會用最大的誠意，然後希望我們南台灣的學子進來讀書以後，我們可以幫產業界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為了祝福這41位學生會當順利銜接職場，華醫特別舉辦這個具有特別象徵意義的儀式，透過師長為學生北上領經，期勉大家面對未來職場，會當展現自身的專業和責任。我們系上呢特別重視學生在基礎醫學跟皮膚科學方面的專業素養。對，那透過實務的技術課程，那我們呢讓學生呢在畢業的時候可以擁有至少5到6張的證照。那這些證照除了非常基本的美容儀品級證照之外，還有就是醫學美容師的證照，那還有就是國際芳療師的證照。那我想呢，也是因為我們的學生他們有相當豐富的基礎醫學的這樣的一個專業知識。那另外他們在技術的方面搭配我們很多的實務課程，讓他們有相當純熟，而且可以跟業界鏈接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很完整的培養的過程。那所以我們今天來媒合的廠商很多就是醫美集團的相當知名的厂商，他们都非常願意提供帶薪實習的方式給學生這個實習的機會。那我們的學生在實習的時候呢，就可以有收入，而且就是他們如果在實習的過程當中表現良好的話，他們都會獲得優先留用的機會。借由暑假期間實習機會，讓學生會當更順利銜接職場，發揮專業。校方也鼓勵大家一定要遵守職業安全倫理，守護顧客美麗和健康。台灣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